叫得做 MacFin 10啊，最大嘅賣點梗係佢夠 thin 夠薄啦，機身咧只有181 gram， 雖然佢咁薄啫，都有10000 mAh， 連埋2條內置嘅充電線，包括 Type C 同埋 Lightning 啦。Type C 嘅充電線咧，亦都可以做到 PD 3.0， 最高20瓦嘅輸出嘅。叫得做 MacFin 就梗係有磁吸功能啦，有時嚿電唔知放喺邊，吸實喺個手機後面啊就最穩陣啦。除咗內置2條充電線之餘咧，仲有一個 Type C port 咧，俾你再加充電線啊，去充其他嘅設備嘅。2條內置嘅充電線，再加多1條外置嘅充電線咧，同時間可以充3個設備㗎。正面亦都有個數字顯示剩翻幾多電量咧，一目了然啦。安全認證方面咧，有中國內地所需嘅3C啦，亦都有聯合國嘅38.3認證啊，可以帶得上飛機㗎。3C 認證方面咧，有埋個可以追溯嘅 QR code 俾你啊，人哋 check 起上嚟都冇有怕啦。大家可能發覺咧，外面啲充電器可能個個都差唔多樣咁。嗱，呢個咧就係 XPower 嘅獨家私帽嚇，得佢有呢個樣嘅啫，絕對係唔會撞款嘅。除咗我手上嘅紫色之外啦，仲有粉藍啦、粉紅啦同埋黑色嘅，俾中意慳位輕便嘅你咧有多啲選擇啊！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黑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